第40遍来。阿拉萨维耶德，造化万民的悲，修路兄弟，人主是我无边，公义为了平安，心花不无边际，永不公义。请能够献开信息346首。信息346首，这首是我那嘛真熟。来，叫我好歹是主所定，上帝在照顾你，点水是黑阮都免惊，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，搭一块高，搭一串路，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。陪伴心来敬拜上帝，请恁把手机关静音，还是关机。我的心真真全有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石盘，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关台，我袂大摇动。上帝啊，伫你的殿内，阮笑念你的慈爱。吟诗
信诗53首，信诗53首，全能独一的王，请起立。咱犹原徛个，用许多圣经做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是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临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就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同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告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文第9篇。启应文第9篇。我来启，请大家来应。过世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掠砍的。耶和华无算伊有罪，伊的心无尴尬的。我静静的时，我的骨头孤大。我对你摆列我的罪过。我讲，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。因为安尼，紧若虔心的人，伫通找求你的时，就祈祷你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。你要用得救的歌使命为我。我要注目看你，来款待你。就用马甲姜、马栗素约束伊。歹人受侪苦难，
恁义人啊，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你是至高至大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甲怜悯，感谢你时时刻刻伫阮身边，互阮通亲近你，对你的话语得到安慰。主啊，阮的心有时因为困苦、忧愁，无法度得到安息，阮的性命亲像是失去盼望。对你的恩典感觉真远，但是阮嘛愿意心灵阮的假是，阮偏离你的路，互你的心忧伤，恳求你赦免阮的罪，互阮的灵魂得到清气，心灵倒转归向你。主啊，你的信息是遐尔啊大，你的慈爱永远袂煞，你的怜悯逐早起拢是心内。当阮回想你的应允，阮的心就得到安慰。你是阮的山野，是阮的瓦靠。阮相信，听候你的人要得到你的恩典。求你教示阮用忍耐来听候你，用信心来瓦靠你。阮知你是慈悲疼痛的主，你欢喜施恩互阮，特别是遐愿意谦卑屈头找求你名的人。愿阮的性命通因为悔改来换心，因着你的慈爱来充满盼望。主啊，阮的国家、阮的家庭、阮的教会，若有偏离你旨意的所在，求你怜悯，帮助阮做伙悔改，重新归向你的正路。阮深信，当阮真心悔改，你就要带来复兴甲盼望，因为你是守约、施慈爱的主。感谢你听阮的祈求，阮将一切的担当、失望甲悔改的心，拢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愿你得到一切荣耀，愿你施恩赐福，互阮这个时间拢仰望伫你的面前。愿尊贵、金光归三位一体上帝。愿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赞美四歌队所要学落的诗歌是《灵敏犹原保留》。
圣经今日的圣经是记载伫旧约圣经耶利米哀歌3章第3章17节到26节。伫主播的后壁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，翻着我来读。你互我的心离开平安远远，我袂记得好气。我就讲，我的气力衰败，搁我伫耶和华遐拢无毋忘。求你记得我的困苦，我的艰难亲像阴沉苦胆，我的心追上遮个，就伫我的腹内郁闷。我的心倒转想遮个事，所以我有毋忘。阮无结到袂无。是对耶和华遮的慈爱，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。主的仁慈逐早起换心，你的心事极直扩大。我的心讲，耶和华是我的基业，因为安尼我要毋忘伊。紧若听候耶和华，找求伊的，伊要施恩互伊。毋忘耶和华的拯救，静静听候，这是好。讲道，伊给牧师讲道的题目是悔改带来毋忘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上帝，阮知，阮深知你听阮，主你若无使犹原听阮，主听阮，伊爱阮的心悔改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搁一遍来感谢你。你组织，你正经你，放下世间的一切，你这节的时间，你亲自要来替阮讲话。阮知你的话带来大的气力，较毋忘，愿阮安静心，拍开阮的心门，来甲主相结连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一楼的厨房吼，水管吼，毋是吼有堵塞、有塌掉。伫到咱咧使用的时阵吼，造成真大吼的漏水，吼，互迄料理厨房诶真无方便。其实咱拢知影吼，罗马毋是一工造成的，已经。迄水管袂通的这个问题，因为真久长的日子，真无方便。使用起来嘛咧卡卡，吼，倒水佫毋敢倒伤紧，慢慢啊倒。咱拢无去处理。回想是咱生命中，敢有常常有真侪歹的心思意念塌掉个，塌掉身躯。请问咱检采有想要来面对伊？来将这个歹来处理掉。今日咱要做伙来看耶利米哀歌3章17节到20节的经文，是先知耶利米为着耶路撒冷所做的口条啊。咱做伙来读，来兄弟姊妹，咱伫手部后壁面吼，咱17节到27节。后来，请来。你互我的心离开平安远远，我袂记得好气。我就讲，我的气力衰败，搁我伫耶和华遐拢无毋忘。求你记着我的困苦，我的艰难亲像阴沉苦胆，我的心追想遮个，就伫我的腹内忧闷。读到遮，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圣城。原本伫百姓伫宗教顶面是因最后的毋忘。咱知影有真假的先知，假电视发出安尼的声音讲：耶路撒冷若伫落的时阵，上帝就甲咱伫咧，咱就拢会平安平安。如今咱看伊的城毁坏、平安、福气、毋忘遮物件啊。上帝当早记号离开了，因就无平安啊！因后悔袂记，嘛袂负啊！
以色列百姓可能无法度来明白为什么上帝的圣城会用毁坏，但是你先知耶利米伊早就清楚看明白，互以色列这个民族遭有遮大的困苦，毋是外来的对敌，毋是北边的啦巴比伦，嘛毋是南边的埃及，是啥物人？是上帝家己啊！上帝早就透过众先知不断呼吁，陷入罪恶中间的以色列百姓，爱离开所有的歹，心存怜悯，行公义，悔改，行耶和华看做正的迄条路。也是安尼，因所犯的罪，爱有法度得到赦免。但咱知影，咱人的心嘛，有时比石头吼搁较硬。所以最后，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伫主前586年，圣城耶路撒冷和巴比伦攻破，城毁坏，百姓受害，无死的百姓受掠去巴比伦。耶路撒冷真正是陷入第一黑暗的情景，以色列这个国家真正无去啊！当咱咧读这个历史的时阵，嘛是对咱有真大的提醒。其实即摆真正的国家嘛，真侪国家咧战争。咱看乌俄战争、以巴战争，甚至发生伫咱日常生活中，咱有外在，啊，佮咱有内在，有侪属灵性命的真正，敢毋是？特别是今日伫圣经节，也入面爱过2章吼，20节到21节啊，无书等下来读。20节到21节描写耶路撒冷迄阵吼，因为战争产生有真恐怖的情形发生。20节安尼讲，耶和华求你监察，看你想安尼行。妇人人敢食伊所生的手所抱的婴仔？则讲妇人人食家己的婴仔咧，真正的下面，无物件食，妇人人食家己的婴仔。祭司甲先知敢通伫主的圣所受抬咧？先知甲祭司是伫圣殿带众人敬拜。竟然伫敬拜所在互抬死，囡仔甲老人，21节讲，囡仔甲老人倒伫街路的涂骹，一寡财主女甲壮丁倒伫互倒抬死。上帝啊，你生气你抬死因，你无任何的怜悯。这到底是怎样的世界？以色列这个是怎样的信仰的团体？咱看人竟然为了家己争论这个恐怖，人攻击人，甚至最后人吃人。有时咱会问，为什么上帝你会互家己特别精选的囝儿拄着遮大的代志？咱毋知会记得诗篇23篇未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表明讲，咱死过死荫的山谷，上帝用伊的腿、伊的拐来扶持安慰咱。但是咱即摆看到这个画面是，上帝原本保护以色列的腿甲拐，上帝便用腿甲拐来拍以色列的百姓，来攻击伊，来修理因。原本上帝是互咱感觉是一个好的牧者。如今那像野兽共款，野兽共款，来攻击以色列这个国家。希伯来书12章第6节安尼讲：因为主所疼的，就警戒伊；竟凡所接纳的囝，就用鞭拍伊。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
各位兄姐，来到咱21世纪的信仰这个中间，而如今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思想，伫无形的中间不断地吞噬咱的心。互现在教会亲像温水煮青蛙同款，渐渐陷入信仰顶面的污滴啊！咱对上帝明白常常模糊无明。牧师毋是今仔听会友安尼讲，嘛捌听过牧者安尼讲，所以我感觉真烦恼。咱犹原无小心将上帝当作是高安的上帝，当作是有求必应的上帝，成功的上帝。有这个想法，是因为咱的内心的私欲，咱犹原以自我做中心，直到咱常常将上帝限制伫你的盒内底。我们常常将上帝限制在一个盒子里面。而是将上帝当作亲像外口的人咧拜拜迄个神明同款，我们将它供在那个神明台上。咱有需要的时阵，咱甲请落来，因为安尼信仰的目的甲偏差，直到咱看咱普遍咱台湾侪的教会，咱伫信仰的旅程的中间，咱无法度真正经历。咱所信的这个上帝，是迄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咱在上帝限制掉，咱在上帝控制掉。因为咱若无了解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上帝，咱无法度成立伊的主权啊。当咱知影上帝伫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时阵，咱就是知影，咱无管咱得时无得时的时阵，咱会犹原坚定顺服上帝对咱的安排。另外，咱的上帝毋是仅仔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咱的上帝嘛是真正道成肉体，活伫咱中间迄位。咱常常讲，耶稣是咱至好的朋友，伊是咱的朋友。一定是一个，伊受苦，伊知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内心的需要、较软弱、较痛苦。但因为咱的心门无法度拍开，咱互私欲、自我这踢掉。若咱牧师讲的水管踢掉，长期安尼毋是一个踢掉，一定是真长期的时阵，咱使用，咱倒物件油啦、菜啦，拢倒落，迄水管慢慢动掉。直到咱虽然来教会久久，但是咱对上帝的明白有限。咱当停止哩清欠，上帝是清欠迄个所在。咱无法度经历耶稣如何透过咱信仰的团体，互咱经历伊的怜悯、恩典甲慈爱。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底下，咱自然而然，咱对上帝的信心就会受限制啊。咱伫顺境的时阵，感谢主，咱可能真有信心；但是拄有淡薄仔代志，逆境的时阵，咱就无信心去。搁较毋免安尼讲，基督徒到底有偌侪人对上帝存敬虔的迄个心？敬虔有淡薄仔惊。牧师毋知咱基督徒有偌侪人，还是咱在座咱？牧师逐摆有鼓阮阿嬷阮迄过身的阿嬷一定真欢喜我拢逐摆3不5时人会笑脸阮阿嬷拜拜时阵，伊是非常的敬虔的。伊拜伊的神是非常的敬虔，伊袂懒散学袂来。咱有随时靠慕上帝，坚定我靠上帝迄个决心也无。也是即款的信仰，也是信仰团体，最后检采袂亲像耶利米时代
以色列同款，最后互经历互上帝消灭的事件吗？咱看咱长老教会，即站阁有一寡教会、一寡机构，阁一寡荒腔走板、不合信用的代志，阁咧发生。互相攻击，纷争无断，无法度彼此相定的情形一直咧发生。这拢是咱对信仰的无知甲偏差来引起的，互咱看甲真艰苦。但是咱相信，上帝是公义的上帝。上帝一定会审判，无管是过去还是现在。但咱嘛深信上帝是怜悯人、愿意予人机会的上帝，这是咱的好消息。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21节到22节，21节到22节。咱做伙来读来请。我的心倒转想这个事，所以我有盼望。我无得到灭亡，是对耶和华这的阻碍，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。以色列背叛上帝，受上帝大大的管教。咱讲，甚至受了到其他的国家。种牧师，这参考有啥物关系？有时咱有感觉无？上帝也无要管你的时阵，无就是像安尼，你敢毋知？互咱感觉安尼世界真好，但是咱的迄个心无真正会平安甲喜乐。咱可能你社会有真大的地位甲名声，但是你知影，你的心内有一个深深的所在，需要互安慰。以色列受掠，一切好亲像伫深渊的中间失去盼望。但是伫安尼情景的面，耶利米伫基督的中间，犹原看到黑暗中有一帕小小的光，你闪一闪者，就是上帝的慈爱甲怜悯。上帝的慈爱甲怜悯会使带予人有极大安慰，互石头的心。渐渐变成肉心，这个心的转变，石头心变肉心的转变，就是悔改，放下自我，全然离开迄个歹，回头行往创造咱的主遐。悔改是回头离开迄个所在，行往创造咱的上帝。拄则听伊你基督有讲，羞辱的上帝，从来就无放杀咱每一个人，因为上帝知影，只要是人，一定会犯错。重要的是，咱是毋是愿意来悔改，并且即款真实的悔改，你也是真实的悔改，会带来互咱想袂到的盼望。迄个盼望是咱想袂到的。原因是咱等下要读的经文23节到24节，咱做伙来读23节到26节，23节到26节，来请主的仁慈逐早起换新，你的信实极其扩大。我的心讲，耶和华是我的基业，因为安尼，我要仰望伊。既若听候耶和华，祈求伊的。伊要施恩予伊，仰望耶和华的拯救，静静听候，这是好。咱有注意看无？当咱咧看经文的时阵，咱看23节到23节，每一节拢有出现主和耶和华。当咱愿意悔改，连接于上帝时阵，就开始充满长头生的盼望。怎样讲？因为对这时开始，耶和华上帝要亲自正侪人的挖苦，上帝开始要为咱真正好的真正。
人只有我靠上帝，才有法度真正离开苦难较艰苦。因为上帝要亲自拯救咱的避难所。昨昏拜六早起召开中职会，下晡2点是各团契的年度事工的研讨会。中昼咱所有新旧的中职，咱做伙去餐厅食饭。我嘛翻上吼，爱珍执事。爱珍执事可能等下2堂吼，爱珍执事吼任期责任就到期吼，伊真客气，伊讲伊要互较侪少年的，所以伊无要受选。阮感谢伊真忠真心真力离教会服侍，当安尼翻送伊安尼看伊安尼流目屎。咱即任的中职对2020年5月31号就任，即任的中职做到4年半较加。恁真正是真辛苦。中间阮互相咧算小注这4年半来的恩典，常常袂记一项代志。那听姊妹牧师咧讲，咱这4年半咱经历了全球疫情大爆发，我感觉人吼真紧就袂记的，牧师话迄阵常常袂记的。迄阵爆发的时阵，咱大家会记袂？迄阵咱人甲人之间产生真大的惊吓甲恐惧。咱的教会嘛经历真大的改变，甚至停止实体的礼拜，咱变成线上的礼拜。咱感觉讲已经真久的代志啊！这4年半中间，咱嘛有侪咱信仰的长辈来离开咱。咱教会种平均一年差不多4个到5个信仰的长辈，年老互上帝接走。咱现任的迄阵现任的长老弘毅长老嘛是伊伫现任的中间来离开咱，互咱真毋甘。这4年半嘛有侪兄弟姊妹拄着伊身躯顶面的压力、病痛、大院。甚至咱嘛有同工彼此无有拄好的代志来发生，但是咱感谢主，上帝教会伫即个时阵，伊愿真做咱所有兄弟姊妹随时的帮衬、甲安慰、甲扶持。伫疫情的中间，咱所有兄弟姊妹，咱犹原互相关心，咱奉献力佮金钱。渐渐度过疫情了后，有真侪教会的兄弟姊妹就无搁转来教会。咱也有时间去看咱台北中会统计数字，真侪教会拢有一半人拢无去教会。但是咱竟是咱的中职同工带领咱所有兄弟姊妹温群来做工，无管是对内。咱实践上帝互咱建成教会意向，成全信进度，万民皆祭司，起造荣耀上帝的教会，咱的努力。咱对外咱依然同款，咱今年对外奉献嘛差不多有50万左右。咱足甘心有对外的需要，咱对社区的长辈。咱拿求事工付出，实践什么？实践疼厝边，亲像疼家己的大的使命。牧师为什么会大家分享这个？因为分享这个甲今仔日的主题悔改带来毋茫是有关系。悔改毋是一个名词，悔改是一个动作。是一个动词，悔改，咱讲拄仔讲，越头行向上帝，这是某一部分是谦卑、降下行为展现。悔改是某一部分是一个咱的谦卑乱，咱的降下咱行为的展现。当即款的信仰团体，
这款谦卑、降下、愿意悔改的信仰团体，会带来真大的快乐甲祝福。马太福音书23章12节安尼讲，耶稣讲，家己卑微的人要高升伊，自甘卑微的必被升为高啊。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安尼讲，伊知影讲，有我的温你就高压，因为我的快乐是你人的软弱来成的。兄弟姊妹，当咱愿意悔改，代表咱知影咱家己是有限的。伫这4年半，牧师看到咱建成教会尊主最大，咱尽力实现耶稣听的迄个诫命。当咱安尼去行的时阵，上帝就亲自为咱备办起造咱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有丰盛、有教育，互咱的教会真正做听的教会。最后，牧师要来转来讲咱教会1楼的水管吼，然后阮叫专业的人来修理，咱1楼的水管已经通啊。当咱的水管通的时阵，咱知影咱迄料理，咱的在动工咧使用的时阵，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欢喜，大大冲水，大大使用。各位兄弟，咱的性命嘛同款。当咱的性命常常伫主的内底，咱就离开歹，离开世界这价值观对咱影响就愈来愈远。当咱愿意悔改，回头倚靠上帝，上帝一定会互咱经历对咱看到迄个绝望，还是咱即摆伫咱拄着有个苦难，行向迄个望、迄个快乐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感谢你的光照阮的心，互阮常常伫你听的灵命内底，阮有迄个快乐勇气来悔改，来认罪，阮明白你有限。主，愿你帮助阮伫阮生命中间有侪的艰苦、苦难、忧愁的时阵，互阮的心搁较坚定来倚靠你。当阮倚靠你的时阵，阮一早起，阮有迄个对心内迄个盼望、希求。阮知主你一定甲阮同在，你也必较为阮真前好真前。感谢主，听建成教会。听阮所有的兄弟姊妹，阮将一切荣光归着你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回应诗，信诗第346首，更有好歹是主所定。信诗第346首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奉献，请书宪M当工。请起立，唱奉献诗。请坐。公道，请咱来掀开周报的内页。咱来看第一，为着真理的信心光照咱，互咱常常伫上帝话语中悔改认罪，回头勇敢。军队主骹步向前行，咱嘛为着基体陈德明、陈丽水、赖清光、汪林进秀、谢丽慧、胡艺梅、林文成、陈秀荣、许章美、黄世琪、林以诺、李碧莲、杜昭、李雅娜、陈怡君、杨志坚、简荣志、沈淑慧、汪倩茹、吴文崇。咱嘛为着感恩节甲圣诞节期的逐项备办，为着明年度事工计划的推动，为着浸信徒伫事工进行的过程中，会当来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咱同心开声来祈祷。
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的疼痛甲怜悯，感谢你看顾阮。主啊，阮心灵阮拢有软弱，阮的思想、行动有时无讨你的欢喜。求你赦免阮的罪，帮助阮悔改，倒转来行你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赐阮勇气，互阮勇敢来跟对你的脚步，用阮的性命来见证你的荣耀。主啊，阮特别为着教会内的兄弟姊妹祈祷，特别是身躯病痛的肢体。主啊，求你医治的手临到伫因的身躯顶，医治因的病痛，安慰因的心灵，赐因力量来度过困难的日子。主啊，我嘛要为着灵性野心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你的平安充满伫因的心。主啊，感恩节甲圣诞节就要到，我嘛要为着教会的陪伴来祈祷。求你赐阮有感恩的心，记伫你赐予阮一切恩典，帮助阮因你的疼去分享予身边需要的人。主啊，嘛求你祝福教会的每一项事工，互遮的活动诚侪传福音的好机会，通互搁较侪人来亲近你、认捌你。主啊，阮将教会、阮的性命拢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带领阮，互阮做你忠心的奴仆，行伫你的旨意中间来荣耀你的性命。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主导文基督讲，阮伫天的父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行来，互阮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人，无得带阮入地去，着归阮传入去的歹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止。阿门。报告啊，咱做伙来看教会消息。第一，本主日中午，知梅牧师要前往李春兴教会主持小会。第二，本主日下晡2:30分，进行福音篮球今天要进行年度的冠军赛，邀请大家前往来看。第三，下主日是咱感恩节主日。是禾堂礼拜，礼拜中将进行大手牵小手向上献心献银的行动，回应上帝1年来的引领与护佑。礼拜后，我们将举办1家1菜感恩飨宴。用餐完，我们要马上进行圣诞布置，请各团契留意。好，咱来看第4。2025年爱餐任线开始。我们现在剩下24个位置了，好，请大家踊跃到我们1楼来登记。好，第5，2024年教会补助款最后申请日是12月1号，请各团契的会长跟辅导来留意。咱来看团契消息，11月22号上午10点，双联团契的聚会。主理是一家牧师，甲圣诞歌的练习，奉献明细，咱家己来看。那有错误要订正的，我们来向会计处纳来登正。牧师补充者哈，因为咱对拄则牧师你讲吼，听的实践。咱对咱的社区、咱的付出，拢感动因的心。咱有注意无？咱看社区关怀据点的奉献，因奉献，因有感动，因愿意为这个事工来咧奉献，所以感谢主，互咱建成教会会使真侪听的出口，安尼做补充。上银信息512首，信息512首。愿咱救主基耶稣基督，请起立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帮助甲扶持，甲恁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未倒避讳，